咁多位市民、咁多位業界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2號黃俊碩，再次感謝業界朋友嘅信任同埋支持。4年前送我入立法會，可以為你積極發聲，為你爭取。我承諾，我當選之後，我會落實我嘅競選政綱，為業界爭取更廣、更闊嘅發展空間。我承諾，我當選之後，我會繼續站喺業界最前面，為業界遮風擋雨。我承諾，我當選之後，我嘅承諾唔係空談，我係一個有實戰經驗、有亮麗往績嘅現屆立法會議員，我會一如以往為業界爭取最好、最多。融匯專業聲，計出新未來，並唔係一個口號，而係我哋會計專業嘅聲音應該被聽得到、被看得見、被尊重。12月7號請支持我2號黃俊碩，繼續投票支持我2號黃俊碩，讓我可以去議會內外積極為你發聲，為你爭取，維護我哋會計嘅專業。再次感謝各位，多謝各位。